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小紅食同玩頻道。今晚又嚟到布里斯本機場啦，機場做緊升級大裝修，睇見增設咗好多自助櫃台，遲啲可能全部係自己動手 check in 噶啦。過咗海關之後，我哋就去機場貴賓室等上機啦。今次我哋就唔去澳航嗰個貴賓室啦，因為機場入邊開多咗一間新嘅貴賓室，除咗部分信用卡卡主之外，都可以俾錢買票入去。我哋就入去睇下有冇比澳航啲嘢好食一啲啦。比較之下，呢邊嘅食物就多一啲選擇，但係地方就冇咁大，冇咁舒適。多個選擇都係好嘅。時間差不多啦，準備上機。今日我哋就坐國泰嘅豪華經濟艙，上次坐過之後都覺得可以接受。我個人覺得經濟艙應該係咁樣先啱。航空公司將經濟客位越整越細，乘客根本就好辛苦。瞓醒之後，原來已經食早餐啦。今日早餐係食海鮮粥，起身食碗粥，生活更知足。好快我哋就飛機降落響香港國際機場啦。我哋今日訂咗架車，就由機場直接送我哋去深圳。我哋會由機場出去屯門，再到洪水橋附近，再過深圳灣大橋入中國境內。呢次係我第一次行呢條路，相當有新鮮感。我哋行咗半個鐘頭之後，就嚟到深圳灣大橋啦。呢條橋係由香港呢邊管理，所以我哋要去到中國嗰邊嘅深圳先作一地兩檢。沿途我哋見到深圳嘅高樓大廈，亦都見到呢邊嘅蛇口、前海等。我哋坐住架車過咗香港嘅海關啦，到咗中國嗰邊海關，我哋就要落車拎埋行李，步行去大樓檢查過關啦。雖然都好多人，但係好快，半個鐘頭我哋就過咗關啦。就架車繼續去我哋要入住嘅深圳酒店 Ritz-Carlton Hotel 麗思卡爾頓酒店。我哋嚟到嗰時大約係10點鐘，諗住擺低啲行李就出去玩，點知酒店話已經預留咗房間俾我哋。意外驚喜，呢間酒店係其酒店品牌在中國嘅第6間酒店，響2009年開幕，2025年曾經大裝修，所以而家睇起上嚟都係相當新淨，始終保持有豪華大氣嘅感覺，不失5星級酒店嘅氣勢。而大堂嘅酒吧卻滲透咗一種貴族式嘅高雅，佢又故意留下一啲歲月嘅痕跡，俾客人去食雪茄嘅地方啦。而家嘅現代酒店已經係全面禁煙噶啦。我哋辦好入住手續之後，就由個管家帶我哋上房間啦。而樓層嘅設計就俾人有一種清雅而脫俗嘅平靜，而牆上嘅畫更有令人一種停落嚟嘅感覺。我哋就入去房間睇下有冇驚喜之處啦。開咗門之後就有一個小小嘅玄關，有一排嘅衣櫃啦。向右行入房間，首先見到一排嘅水櫃，呢個水櫃有咖啡壺啦，有熱水煲啦，有一粒嘅荔枝酥啦，埋有個水果盤。對落個櫃桶就放咗啲杯碟，對落就係一個收費嘅飲料雪櫃啦。左邊個櫃桶就放咗一啲朱古力啊、薯片，下邊櫃桶就擺咗啲餅乾同曲奇士啦。呢啲都係要收費嘅。另外一邊嘅櫃桶就放咗啲咖啡囊同茶包，呢啲就免費啦。對落就係放咗幾隻杯啦。最底下就有個冰桶，翻到上面頂就有陳列咗幾支酒喺度，但係都要收費噶。玄關入嚟之後就有個大電視響牆邊啦，窗邊就有2張凳同埋2張大嘅單人床啦。而床上就有一對毛巾摺嘅天鵝，
仲有啲玫瑰花瓣襯托。多謝酒店嘅心思，從窗口望出去就係酒店嘅泳池，可惜在維修之中。經過個趟門就入到去衛生間啦。入到嚟第一眼睇到一套好雅典嘅浴缸放響窗邊，你響浸浴嗰時就可以望出邊好廣闊嘅城市景啦。行返過嚟呢邊之後就有兩個洗面盆，但設計就比較古風咗少少咯。過嚟就有一對玻璃門，一邊就係帶有免治馬桶嘅廁所啦，去到另外一邊就係淋浴間啦，面積就細咗少少，就有頭頂花灑啦，而洗頭水嗰啲都係用大支裝嘅。房間係達到5星級嘅要求嘅，但係就冇乜驚喜咯。放好行李之後就落去酒店餅房買杯咖啡飲下啦。呢間餅房都幾多選擇，不過我哋而家約咗屋企人飲茶，我哋就行過去附近嘅商場去搵嗰間酒樓啦。我唔係話要成日讚中國嘅商場，但無可否認，中國嘅商場而家越起越靚，尤其是深圳嘅商場，真係眼花繚亂，係香港人北上周末度假首選之地。我哋行咗15分鐘之後，就到咗酒樓嘅商場啦。我哋就上商場2樓陶陶居酒家啦。陶陶居係廣州有名嘅酒樓，我哋都喺廣州總店食過飯，出品都尚算可以。陶陶居係廣州最古老嘅酒樓之一。我哋到咗之後就開咗啲茶啦，咁家人冇耐就到啦。我哋點咗一啲點心啦，好似葡撻，奶香味非常之濃郁，紅米腸啦，外軟內脆，相當好口感。有啲蝦餃啦、燒賣啦，同埋粥啦，油炸鬼好大條，好似手臂咁。飲完茶之後，女士就去 shopping， 我哋幾個男士就走去大芬油畫村睇下啲油畫啦。呢度周圍幾條街都係賣油畫，亦都好多中國畫。呢度林林總總，目不暇給。呢度亦都係中國出口油畫最多嘅地方。如果你中意睇畫的話，呢度一定令你流連忘返。呢度亦都有畫畫嘅各種配套商店，亦都有啲教人畫畫嘅地方俾你上嚟學習一下。睇咗一輪之後，我哋就行過去一間藝術展覽館。展覽館入邊現時正在展覽緊大灣區發展歷程，正好俾我哋呢啲外國嘅遊子體會到廣東區嘅最近發展。睇完展覽之後，我哋就喺附近嘅糖水店食咗啲地道甜品啦。薑撞奶就係其中一種古人嘅智慧啦，就係利用薑汁嘅化學作用，將啲熱嘅牛奶凝結成一種奶糊啦。看似好似好簡單，但其中嘅時間掌握同溫度嘅配合非常重要。奶香中淡淡薑汁味，其他嘅楊枝甘露啊、綠豆沙啊、芝麻糊啊，都係童年嘅回憶。由於仲未到食晚飯嘅時間，我哋就去深圳最高嘅酒店餐廳飲下午茶啦，欣賞下深圳全市嘅景色同日落嘅美景。呢間酒店位於曾經係深圳最高大廈嘅頂部，大堂位於100樓。當我哋進入去地下嘅大堂，就已經發覺係金碧輝煌。我哋乘電梯好快就上到嚟大堂嘅100樓啦，剛好時間係響入住嘅高峰期，所以大堂都好多人。我哋行近窗口之後，就有一種騰雲駕霧嘅感覺，又可以俯瞰整個羅湖區一帶嘅城市景色。我哋穿過大堂之後，就入到大堂餐廳啦。呢度裝修非常之豪華大氣，帶有一種歐陸式嘅風情，又可望到深圳嘅另一邊福田區及香港嘅北部。如果你整層行一個圈，
你就會睇晒成個深圳城市嘅景觀啦。呢度嘅酒吧非常之大，充滿洋氣，但另一邊又吹住中國風，有一個古裝女子彈着中國嘅古箏音樂，真係完美嘅水乳交融啦。食住西式嘅糕點，聽住悠揚嘅中式音樂，望着窗外嘅一片雲彩，令你在心靈之上有種放飛自我嘅感覺。我哋叫咗一啲咖啡茶啦、糕點同水果啦，大家就喺呢度以茶代酒，把酒言歡。呢度嘅出品當然係極致美麗啦，糕點就做到極致精美。但我個人感覺到佢哋嘅鬆餅比較死實咗一啲，草莓醬亦都比較普通。鬆餅都首推香港中環一間酒店啦。接近晚飯時間，我哋就起身離開啦。見到酒店中間通空嘅地方有條橋凌空而過，我想喺上面行過都覺得心驚膽跳啊！跟住我哋就離開去食晚餐啦。我哋到咗另一個商場，呢個商場都相當之大，同埋餐廳好多，人流亦都非常多。我哋揾咗一陣之後，就揾到我哋訂咗台嘅餐廳啦，就被服務員帶我哋入去啦。喺門口嘅旁邊就有一間開放式嘅燒臘廚房啦，睇落去廚房都幾乾淨，沿途嘅裝飾都相當高雅。我哋經過一個長走廊，就入到餐廳坐低啦。餐廳未算太忙，呢間餐廳係主打順德菜，就點咗幾個餸菜啦，有白切雞啦、釀豆腐啦，同埋必食嘅大竹盤蒸魚啦、椒鹽大魚頭啦、豉油雞啦、娘家煲啦，同埋青菜，味道都非常之好。結賬不用600蚊人民幣，超抵食。出嚟行咗一陣，見時間尚早，我哋就打車去南山區，去到一間專賣二手名牌嘅商店。佢嘅總店係位於上海，最近就開咗落嚟深圳啦。佢哋有大量嘅二手首飾啦、手錶啦、銀包、手袋、太陽眼鏡、帽啦、鞋啦，種類相當多，但係都係有牌子嘅二手貨品。經過我屋企嘅名牌奴隸睇過，其實啲貨源都唔算平，大約都係打個9折左右。7折以下嘅貨品都係已經比較舊款，或者有啲係損壞咗嘅。但亦都好多人嚟呢度尋寶，希望揾到件心頭好。接近10點啦，我哋都各自回家啦。我哋都打車返酒店啦。面對我哋呢個就係南山保利劇院啦。返到房間，發覺酒店送咗一個果盤同蛋糕俾我哋，多謝晒。第二日醒來，從窗口望出去羅湖區嘅市景同維修中嘅泳池。今日冇得游水啦，就去健身室做下運動咯，跑下步啦，略作伸展筋骨之後，就換衫落去食早餐啦。呢類型嘅5星酒店早餐嚟講，基本都唔會太失望嘅。餐廳嘅裝修略為有點古風，水果部分相當豐富，有7、8種俾你去選擇。而沙律呢邊呢，沙律菜就略為少咗啲啦。但我哋揾到一種我哋揾咗好耐嘅冰菜，我哋喺北京打邊爐食過，非常脆口好食。但服務員說沙律菜不能煮，算啦，唯有食沙律啦。呢度嘅早餐真係相當豐富，日式、西式、中式、印度式都有。佢哋唔係每道得一兩樣，而係每個部分都相當大，每度都有幾十種嘢俾你供應。好似日本餐啦，又有壽司、關東煮、魚生啦同麵條，成間日本餐廳一樣。
淨係呢度都可以食飽你啦。西式嗰方面，各式蛋類啦，仲有即做嘅豬漢堡啦，或者黑松露炒蛋。呢邊呢就有啲番茄啦、煙肉啦、腸仔啊、蘑菇啊、茄汁豆啊、炸薯餅啊都有供應，連茶葉蛋都有。過到中式嗰邊就有啲即煮嘅粥、各式蒸點心、叉燒包等啦，仲有中國比較普遍嘅番薯啦、山藥啊、粟米等，亦都有幾個中式小炒喺度俾你哋去選擇。至於煮麵嘅部分，現時不可缺少啦，而且好多材料俾你選擇，各式肉類啦、蔬菜啦、菌類啦、麵條啦，再嗰啲仲有油條啦、豆漿啦、粥類啦、甜湯啦，任君選擇，非常豐富。亦有咖啡機俾你沖製自己喜歡嘅咖啡，仲有印度食品，亦都有好多選擇，多款嘅咖喱啦、印度炒飯啦、印度薄餅啦。雖然我個人唔係好識欣賞，但係有好過冇啦。酒店早餐有咁大嘅印度廚房，比較少見。再過嚟呢邊就係你要拎出第二個為你食嘅甜點嘅部分啦。每一片嘅甜點都喺度吸引住你嘅眼球，每一件嘅包點都係令你垂涎三尺，唯有用毫無抵抗力嘅意志去嘗試咗一啲啦。好啦，食飽之後我哋就要收拾行李退房，趕過去高鐵站啦。我哋就坐車去深圳北高鐵站去做兩廣總督啦。下一個旅程我哋會去廣西桂林、陽朔，敬請留意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